咗糖尿病等於緩期死刑，真係咁嘅咩？有咩方法身體調理好後唔使節食，亦都能好好控糖穩糖，以及告別糖尿病併發症？你係唔係食藥打針錢冇少使，併發症仲係嚟咗，從頭到腳都係病，自己受罪唔講，仲連累家人，度日如年。降血糖淨係食藥唔得噶，無論係西藥、中藥，抑或係胰島素，一旦長期使用，都會透發藥源性併發症。原因如下：西藥併發症容易沉積化學毒素，容易喺血液同血管壁囤積，腐蝕精神系統，造成手腳麻木、發涼、皮膚瘙癢、傷口難愈合等等，必須小心誘發高血壓、動脈硬化、腦中風、冠心病等併發症。傳統中藥併發症含有唔容易排出嘅重金屬，重金屬留喺體內會造成噁心、嘔吐等腸道疾病，累積喺肝腎，易誘發肝區疼痛，患上脂肪肝、尿毒素等併發症。胰島素併發症造成低血糖、皮膚紅腫、發熱、發癢、呼吸短促、胰島素抵抗症等。研究發現，服用肉桂能提高血糖代謝。美國馬里蘭州農業研究單位發現，服用肉桂可激活血糖不規律者嘅脂肪細胞，促使佢哋對胰島素產生反應，從而將血糖代謝水平提高。此外，一項刊登喺美國營養學會期刊嘅研究顯示，肉桂有助調節患心血管毛病同尿糖問題。呢個因為肉桂具有抗氧化作用，可減輕好多脂肪食物對心臟造成嘅壓力。根黃肉桂精華膠囊採用完善嘅科學化提取技術，萃取肉桂水溶性成分，使人體更易吸收其草肉精華。佢有助溫養脾胃，促進消化液分泌，溶解碳水化合物及激活胰島素嘅反應能力，有助促進糖分同能量嘅轉換過程。除咗肉桂，根黃肉桂精華膠囊亦含有多種草藥濃縮精華，包括大花紫薇。喺菲律賓，人們傳統上用大花紫薇泡茶，以助改善尿糖同肥胖問題。穿心蓮涼血消腫，用於邪毒內盛、發熱腫痛等。辣木抗哮喘、抗糖尿病、補肝抗炎、抗微生物、抗氧化、抗潰瘍、抗過敏、傷口愈合、鎮痛解熱等藥理作用。根黃肉桂精華膠囊60粒加20粒免費，售價新幣48蚊。喺新加坡各大中西藥材店均有出售。詢問電話65625526。